近日演藝界轉型典範馬浚偉又有新動作，佢喺出任上市公司衍生集團副主席兼聯席行政總裁之後，僅未夠3個月，公司股價竟然錄得高達50%嘅驚人升幅，成為財經與娛樂界嘅熱話。呢位曾經嘅 TVB 當家小生，如今華麗轉身成為上市公司高層，究竟呢位馬生係點樣用佢嘅獨特經營手腕，推動企業業績與市場價值雙雙上揚？今日我哋就同大家深入拆解呢位話題人物嘅職場轉型路，以及佢背後嗰套親力親為嘅商業哲學，帶大家睇清楚呢場由演藝轉向實業嘅精彩大戲。開始之前，如果大家想緊貼更多呢類娛樂圈轉型嘅深度分析，記得幫我哋呢條片點讚同埋訂閱頻道，等我哋可以持續為大家送上最新嘅獨家觀點。大家見到馬浚偉呢個名，可能仲停留喺佢當年喺熒幕前嘅深情形象，或者係近年佢喺電台管理層嘅雷厲風行。今次佢轉戰商界，發展步伐之快，確實令唔少人感到意外，甚至係跌破眼鏡。佢離開新城電台之後，隨即加盟衍生集團，仲要擔當副主席兼聯席行政總裁咁高嘅職位，呢個跨度並非普通人可以輕易應付。畢竟上市公司嘅管理要求遠比一般企業嚴謹得多，需要面對股東、市場監管同埋複雜嘅商業決策，每一個決定都影響深遠。馬浚偉能夠喺短時間內適應並且帶領股價飛升，反映出佢絕對唔係得個名字。外界對於佢呢次加盟充滿好奇，因為藝人轉做高層往往會受到質疑，擔心只係公司借人氣宣傳。但睇翻佢近呢3個月嘅表現，佢顯然係將自己視為真正嘅企業領航員。呢種專業態度係佢能夠喺上市公司站穩腳步嘅關鍵，亦都令大眾對佢嘅職場潛力刮目相看。甚至有網民直言，原來馬浚偉唔只有演藝細胞，仲有做生意嘅頭腦同膽識。講到佢呢次轉型，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係，佢唔會只係坐喺辦公室簽名或者開會，而係真係好落力走入第一線。好似早前佢現身 BB 展，唔係好似以前嗰種明星剪彩咁行禮如儀，而係直接化身成店長，親自示範沖調開奶茶。大家可以想象下，一個做過視帝、做過電台高層嘅藝人喺展位入面好認真咁教人沖奶，呢種親民同埋落手落腳嘅態度，確實好容易吸引到大批市民圍觀同搶購。呢種反差萌一方面展現佢冇架子，另一方面亦都顯示佢對於自己代理或者負責嘅產品係有絕對信心。當一個集團高層願意走入群眾，直接同消費者接觸，呢份誠意係好難得，亦係佢作為管理層成功嘅重要因素之一。佢明白生意嘅源頭問題係顧客，只有親身了解市場脈搏，先可以做出正確嘅商業判斷。呢種唔怕辛苦嘅精神，正正係佢能夠帶動公司形象提升嘅核心原因，證明佢係落手落腳經營，絕非虛有其表。馬浚偉對於自己嘅角色定位其實睇得好清楚，佢一直強調自己唔係單純嘅明星代言人。佢好直率咁講，雖然佢有高人氣，但絕對唔會為集團做代言人，因為代言人往往只係一種品牌包裝，但佢想做嘅係經營者，係由內而外去管理成間公司。佢唔想混淆藝人同管理層嘅界線，呢種專業態度係值得佩服。佢更加自爆一個驚人細節，話曾經有人出價300萬人民幣，想請佢做直播帶貨，只要坐喺度同網友傾下偈就可以賺錢。但係佢想都冇想就拒絕咗。對於佢嚟講，直播係用嚟同歌迷交流，係一個唱歌同分享嘅平台，而唔係用嚟變現嘅工具。呢種堅持喺現今講求流量至上、賺快錢嘅大環境入面，顯得特別與眾不同，亦都顯示出佢係一個有底線、有價值觀嘅商人。佢唔想將自己多年建立嘅口碑消耗喺短期嘅商業活動之中。對於原則嘅堅持，確實令好多人另眼相看，亦都奠定咗佢作為商業領導者嘅公信力。除咗工作上面嘅強勢表現，馬浚偉私底下嘅一面亦都好值得大家關注，特別係佢對於動物嘅關懷。好多人覺得藝人養寵物可能只係為咗形象，或者只係養名貴品種，但馬浚偉所做嘅係真正嘅領養同拯救。佢喺深圳同埋雲浮嘅園區入面收養咗2隻流浪狗，其中一隻係拉布拉多，當初個主人住喺園區對面，搬走之後竟然唔帶走隻狗，甚至誤以為隻狗有病，因為腸胃問題出現輻射，以為係絕症就決定棄養。馬浚偉收養咗之後，經過自己細心觀察，幫佢調整飲食，結果隻狗完全康復，變返一隻健康又活潑嘅拉布拉多。呢件事講出嚟之後，好多網民都深受感動。佢利用呢個經歷，好真心咁呼籲大家愛護動物，切勿棄養。呢種真情流露唔係靠公關稿可以寫得出嚟，
係真實經歷過之後嘅感悟，更加令大家覺得佢係一個有愛心、有責任感嘅人。呢份對生命嘅尊重，亦係佢性格魅力嘅一部分，令佢喺商業強人嘅形象下多咗一份溫暖。大家睇到馬浚偉依家咁忙，又要理生意，又要睇住園區，仲要經常要喺社交平台上面發文宣傳，其實佢係將成個工作狀態提升到一個新嘅層次。有網民開玩笑話佢返工嗰陣嘅氣勢就好似皇帝上朝咁，雖然係講笑，但側面反映出大家對於佢嗰種認真投入嘅態度係非常之認同。佢喺網上面分享嗰啲公司產業園相片，話入面有農地、有種植藥、食同源嘅植物，例如五子、毛桃、枇杷、橘紅等等。佢係身體力行去做推廣，呢種唔係普通打工仔會做嘅嘢。係真係將公司當成自己事業去經營，佢呢種瞓身做嘅態度，再加上佢過往多年累積落嚟嘅人脈，好多網民都覺得呢份年薪250萬嘅合約其實係俾得非常之值，因為佢帶嚟嘅品牌效應同埋對於企業形象嘅正面提升，遠遠超過咗呢個數字。佢證明咗自己係值得呢個價錢，亦都因為佢呢種投入，令到衍生集團喺內地同香港嘅知名度都有顯著提升，呢啲都係實打實嘅成績單。我們深入分析馬浚偉嘅成功之道，其實離唔開佢一直以嚟嘅堅持同埋強大學習心態。馬浚偉入行前，早喺90年代初就已經涉足過出版同埋化工市場。呢啲經驗雖然係早期，但都係佢嘅商業基石。佢唔係今日先至變做強人，佢做藝人嗰陣已經係一個好學嘅人，攞到學位，不斷進修。例如北京大學嘅高級行政管理人員課程，呢種對於知識嘅渴求，幫佢打好咗轉型嘅基礎。佢唔會因為自己有知名度就自滿，反而係更加謙虛咁去學習點樣做管理，點樣處理上市公司嘅業務，點樣去對待員工同埋股東。對於一個由幕前轉到幕後，再由創意產業轉到保健藥業嘅人嚟講，呢個跨度係巨大嘅，但佢處理得咁順暢，除咗係因為佢有能力，亦都係因為佢有嗰份對於事情執着到底嘅心態。呢種執着亦都解釋咗點解佢會拒絕嗰啲揾快錢嘅帶貨邀請，因為佢眼光睇得比人長遠，佢經營嘅係口碑同埋品牌，而唔係一時三刻嘅人氣。呢種戰略眼光係上市公司高層極為需要嘅特質。呢個轉型之路其實比外界想象中更困難。馬浚偉所面對嘅唔單止係全新嘅產業，仲有來自公眾、股東同埋市場嘅各種眼光。喺衍生集團呢種上市公司，佢要面對嘅係專業投資者，同做娛樂新聞嘅邏輯完全唔同。股價嘅50%升幅，某程度上係市場對佢投下信心一票。佢加入集團後，不僅僅係掛名做副主席，而係切切實實咁參與集團嘅營運，將佢嗰套處事方式，好似佢以往做電台改革嗰樣，帶入咗呢個新嘅商業環境。佢利用自己嘅人脈優勢同埋對市場敏感度，成功將保健產品同生活化嘅推廣結合。大家見佢經常親身落場，去到內地嘅產業園，嗰種氣勢同排場，其實係佢建立緊一種企業文化，一種將管理層同業務緊緊聯繫嘅文化。呢種做法喺上市公司係比較少見，但對衍生集團嚟講，佢係一種好新穎嘅嘗試，亦證明咗佢嘅轉型係充滿策略性嘅佈局。回望佢嘅轉型過程，其實俾大家一個啟示就係，當一個人具備足夠嘅履歷，加上謙卑嘅心態，就算係再難嘅跨界都可以做得好。馬浚偉嘅故事入面，我哋見到佢對音樂嘅堅持，見到佢對影視嘅熱誠，同時亦都見到佢對企業管理嘅嚴謹。佢並冇因為自己係公眾人物就選擇安逸嘅路，反而係不斷挑戰自己，由藝人轉型成商業高層，再到今日成功帶動上市公司市值嘅增長。呢種堅持同韌力，並唔係每個人都可以做到。佢嘅每一步雖然看似突然，但其實都有跡可尋，都係佢多年嚟嘅積累同埋準備。喺佢身上，我哋見到一種現代專業人士應有嘅態度，無論係面對媒體嘅刁鑽提問，定係面對商場嘅爾虞我詐，佢總能保持嗰份冷靜同專業。佢嘅成功唔係僥倖，而係將過去幾十年演藝生涯積攢落嚟嘅人情世故，轉化成管理智慧嘅結晶。呢種轉型係相當難能可貴，值得大家尊重同埋學習。總括嚟講，馬浚偉由藝人到 CEO 呢個轉變係非常成功嘅例子，亦都帶俾我哋好多啟發。佢話俾大家聽，只要肯學肯做，有底線，就算係跨界轉型，一樣可以做出好成績。佢對於動物嘅愛心，
對於事業嘅認真，對於金錢誘惑嘅拒絕，都一一展現出佢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嘅正面形象。我哋期望之後見到佢喺呢間上市公司帶領住公司發展得更好，亦都好想睇到佢點樣將佢嗰種愛心同誠信融入到佢嘅經營理念入面，去幫助更多嘅家庭同埋社會。畢竟喺呢個速食文化嘅世代，好似佢咁樣腳踏實地又有情有義嘅人，真係買少見少。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只要你夠專業、夠真誠，無論喺邊個行業，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舞台，繼續發光發熱，創造無限可能。唔知大家對呢位跨界 CEO 又有咩睇法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交流。